是天灵宝马地区方圆，是个做亏的料子。你这个做奶奶老太的，好讲不了。都是你们的美意。大姑娘，我们要走了，再走一回吧。我要陪大哥为难起你。去了喜酒再走吧，自家人不要再提客气。哎呀，你踩到我地界了！哎呦，哎呀，原来是你兄弟，今天是哪一阵风把你吹来的？喏，西吕兄弟要我替他洗衣服洗脸，我送洗脸来了。哦，你兄弟学问高深，是百里挑一的兄弟，这副洗脸啊，定于名堂，打开来让我们看看。哪里，这是信手接力之作，吹吹热闹而已。请西吕兄弟，西吕嫂。呀，哎呀，错啦！她不是七吕嫂，她是七吕娘。不是七吕嫂，是七吕娘。是啊，我们叫二叔母。先生，请用茶。啊，二叔母，遇到不知者无罪，防不结怪。先生礼多了，请坐。不了，有什么等着我去讲苦你。先生。税金多少？哎，城里城镇何必结外？有了了。两代年纪名声广，一门小题语音长。好，写得好。上面是什么意思？哦，这指的是两代结义一门小题。喏。我们吴族的太祖奶奶13岁就修了国门立国，后来俗人为他四百里传流芳有词。哦，就是陈奎那块征集办法。这第二代嘛，只得给是大伯母与二叔母了。七六兄弟，你说对吗？是这个意思。祖辈请进，我辈应该请小爷。大哥弟啊，我们好走了。哦，七六兄弟告辞。好，最好。娘，你看这对洗脸可好啊？洗脸虽好，只是这今年日事，我可担当不起。你不喜欢，那我听吧。起来啊！我有话要跟你说。什么话？你讲吧。起来，哥哥，你放下，听我说。
文兄美听。就去。驸马，你怎么也去了？驸马，你又在哭了？再哭嘞！今天是希望末月之喜，我高兴都来不及再哭你。驸马。你开心是空山野北城堂大夜来临，紫金手下情我，你经过一切事情一开始，自己之意早分明，我在后面一把人。你这是什么话呀？知心话嘛。青岛，爹妈来了呢。我爹娘来了。爹娘，亲家公、亲家母好啊！好啊！娘，怎么到现在才来？娘在家里忙，又是他不开心。什么家里忙，还不是为了自己这身材的起步？你看，你这张嘴巴还是那么厉害呀！亲家公、亲家母，敬礼二嫂。来，
娘，到里我去。光无
的世界去。夫妻长说的不要客气了。哟，好标致的孩子呀，取什么名字？取名叫石娃。西娃，这次公话好吉利的名字。将来西娃做了官，让他这奶奶请过政治办法，好好的威风威风。石娃玩笑，讲这个太早了。不早，越早越好。你们看，常的那座政治办法，虽是我们现朝太祖奶奶的。他从小虽花知识不易，连皇帝都知道了，拒绝他立了这个政治办法，这也是我们做宗臣的荣耀呢。是吧？大伯母，你设了一辈子瓜，怎么不立个爸爸威风呢？我命不好，你婆婆命好，与子与生的啊。我婆婆17岁守寡，这是命好吗？虽然她也没有儿子，讨妻女不过是你兄妹而已。知道，尽管58号明察正法，你的力气也得给一给。你做兄弟可该要孝敬伯伯。这叫我怎么说你？可惜呀，大伯母没有我这样的媳妇，要不然呀，也不会落到如此地步。好，我的将在手，我走。慢点，小王了我的儿子娶不来媳妇，才会来孝敬我这个伯伯呀。我要去希望为难去喽。真气死我了！小姐在生来推生心，不懂兄嫂一族，更以为人儿心难修复，在自年一本家里不公，今日不到。
就让他们某家人自己管教，留神在寒气哟。我不信怒，是小水的不是了。喂，去！娘，我母。妻女，你从去年末是何道理？他不母息怒，我是要好好教训于他。是要与我好好的教训，不说我就亲手送上来评评这个理。儿孙啊，这是命里之流的，你可千万不要与非人之想哦。我醉了。宋大伯母，宋大伯母，青桃，你管放肆，还不想和马亲热？不嘛不嘛，你们本来就是兄妹嘛，从现在起，我不再叫他不嘛。你管强嘴，起来。刚才说你不叫我伯妈，那你说该叫我什么啊？我想该叫你姐姐、妹妹、姐姐，我的好妹妹儿是我吗？是
我将王贵打扰了你。原来是你家的王贵。不管不管，遇到当头那位主人你了，算了算了。先生，请坐。七律兄弟呢？他们夫妻俩一清早上把咱爷才呀去了。且慢，遇到立下不争过，寡爹不拿律，君子忘我于为谁也？世人告辞了。先生，你的衣衫破了。哎呀呀呀呀呀呀！谁知被狗失去脚，如此狼狈模样，叫我若曲解有声，这便如是好哦。先生不必着急，你将衣衫脱下，我给你蒙上。脱下衣裳，这怎么使的呀？这有什么使不得的？是我将王贵咬破了你的衣裳，应该让我来赔补。此次也老20不了。先生礼多了。遇到李都人不怪嘛。好一个礼多人不怪。先生快脱下吧。别小看这个人马病啊！刚才你家的王狗还与我挣扎7年，事实上来，先生连早饭都没有吃过。先生，请稍等。
苦病从前，怪不得衣衫破旧也不行，同命上联，同命人不与我联系之心伴着先生，衣衫弄好了，快穿上吧。哦，你笑什么呀？是子，我家狮子来了。你真是一个疯子！是嘞，今闻西墙草子名，我才定西子名。谁才刚才到我家，一字字轻轻一个是心高温柔人我俩，一个是身体多少衣又问，一个是冰箱，一个是酒肉一身。吃了天水药才眼前，我与你应该促成什么恩情？哎，请殿，请殿。怕什么？正大光明的事嘛。难道你不怕人家说你大逆不道，逼婆婆改嫁？你婆婆给讲，他还是21岁呢。我们家有钱有穿的，难道你诚心滚他出门？难道你真心让他为你带一辈子孩子，随一辈子家？不知是你真心，还是我真心？陈大，我是为他好啊。因为世上
去才得见。身上前去来要去。插上一朵女花，系上一条丝罗巾。就在这里等你，不见不散。妹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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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她去哪里？妹妹的娃儿记人心，正好比晨光吹洒摩天云。对他道理深长情，三舅母永世不忘与他。要切记。
西已在忙整理，问他歌唱名几名，为啥生会人主上？原来是二师伯，二师伯到此何事？
把蒲扇我老亲自送来。二师傅，请走。按十风节律，所不枉法绩效。你这忙哦，浪的风雨也是不错了。请走。二师傅，先生，我的名字叫三九。不，这是名分，这是名分。我与你非亲非故，哪来的这许多名分啊？那我就叫你大嫂吧。是的，大嫂，请用茶。刚正用过了，这茶是留给你的。好香啊！客人到此是大茶饮，这是从何拾起呀？先生，就从这茶拾起吧。茶？这茶香味浓郁，味清口口。哈哈哈哈哈！好茶呀，好茶！哎，是什么泡的？三菊花。三菊花。先生，你喜欢吗？喜欢，喜欢。先生，三菊花茶味深苦，它恰是洁白芬芳味调哦，常饮常喝能的人，清凉明眸。人品好，愿将是不也苦。
苦一场，奶奶。一定是你不好，傻奶奶伤心。是一阵风吹得我眼睛发酸，哪里是希望不好呢？今天我把节人下来的药材买了，给你买了一块1两。哎呀，爹些年才得多金的少，你叫我买什么衣料啊？6、7年了，你没有添过一件新衣，我故意不去。今年我要让你穿上新衣过年。你呀，总是这么生。你喜欢吗？阿夏，这么细，叫我怎么能穿你？怎么不能穿？你还只有儿子8、3年。奶奶能穿，奶奶穿上这件新衣就更漂亮了。奶奶我老啦，奶奶不老，别人的奶奶头发多罢了，奶奶呀真年轻，比大姑娘还年轻。大姑娘穿的花花绿绿的，你为什么不能穿啊？大姑娘她命好，奶奶我命苦。
爹小时候也不知道什么叫命，如今爹明白了，命就是自己拿主意。你要想做的事，你大胆去做，成功了，你的命就好；要是你成人败部，尊前顾后，落得个终身遗憾，你的命就苦啊！乖子，你真聪明啊！奶奶，你看呀，你看呀，命不要求你的下山，命是注定的，什么事都得听天由命。昨晚我替你拐子菜一件看见。你金山才呀，好到风哦！我这一辈子也难报你的恩情啊！你来了。菩萨的心有才。
天理君亲丢郎，哎呀呀呀！你怎么把娘字写成了郎字啊？那郎和娘有什么两样？希望来。郎是也许是要吃人的，所以他是反权吧。娘是在生你养你的女人，应该是女子吧？你懂了吧？娘是谁？是生我养我的女人。爹啊！我是哪个女人生的？谁是我的娘？打给他与娘，阿毛他也与娘。我的娘在哪里？我要娘，我要娘。希望，爹问你，是谁把你养大的？是奶奶。你身上的衣服是谁给你做的呀？是奶奶。晚上谁陪你睡觉呢？也是奶奶。有了，奶奶带你养你，我要给你做新衣服，跟娘有什么两样哦？哦，我懂了，我懂了，奶奶就是娘。什么？你我这是不都是在害就是思想？娘，我家奶奶就是娘，我家奶奶就是娘。你们母子在闹什么呀？快进里面吃饭吧。娘，你在说什么呀？奶奶，娘啊！今生将我做文章，一笔君亲丢娘，希望与你无余娘。我是娘亲什么样？长在第八道里讲，谁知道？养我，教我，爱我，疼我，爹爹亲亲的奶奶就是娘。你不能这样叫，你千万不能这样叫啊！为什么不能叫？奶奶不听我了。好儿子，你不要哭，你先去吃饭，等会奶奶再告诉你。好，我先去吃饭，奶奶你可不要来掉。亲，你不给呆子怎么办？其实只没有说错，你比做娘的做得更多，娇生娘也不会当不起嘛。你糊涂了，这不是当得起当不起，这是明白，这是明白。妹妹，你话未出口，心里来，问那人叫妹妹，我为我儿父子间，妹妹梦如
恨啊！皇上的命人将臣哎，是古道生生还是要生的，你比什么公家配？方妹妹莫上西瓦心，劝这亲娘莫是配。家下有日你须的忙，生意之多实可贵，绝世异才留在去。妹妹，难道你还在恨我吗？我不能有非凡的自信，我不能有非凡之想。这都怪我，这都怪我啊！你这个我可怜你，这都怪我。大弟欺侮小弟，正太岂有此理！先生，是他自己岂有此理嘛？先生，他说他爹告诉他奶奶就是娘，他们说他弟弟他奶奶可好呢，有说有笑。小娃，这些话可是你讲的？我爹就是这样说的。医生，这个娘比亲娘还好呢。
到背阴尽，他夜雨盈盈渡关前，举子卷卷碧玉扬襟，独自为风云波擦早已忘，为此日我梦萦千转七年整，总以为他心事苦尽安于民，谁料他历经半道不奔问三九啊，纵然你难以尽你见，也不给母子来人为生兄。算了，到日下井的人比君子，我必先生发相聚这罗京城。这件事要是张扬出去，我家要出人命的，我不能熟视无睹。对，我还是去找我家保我生命，以防我与你所遇。唉，回去。吴保姆，你这样匆匆忙忙到哪里去呀？我到所长那里去。为了何事？哎呀，这叫我怎么讲得出口呢？是不是为了西律的事？哦，你也知道了。两字一二。唉，家门不应早后跟，客户客谢在身，实在心。吴保姆，你不要生气。遇到小不容者乱打我，这件事还不你到所里去讲。为什么？这是你无日门中的丑事，要是传扬出去，岂不是往你自己脸上抹黑？哎呀，是啊，我是气糊涂了。哦，聂先生，你们到私人办法都快听我出出主意吧。我都有个良机之计。哦，快说出来听听。吴保姆。难免要生是非，倒不是终于千里临入夜，保管他背一句爱道理，一来西娃鸳鸯，二来门风年少的。谁在苦水好之意，明日去托媒去着心。只不过一人姑娘哪里有是谁？所长的外甥女叫王月丽，张月婚与家丁，年纪30
先生，你倒是君子于城上之美，先生不能欺人劫难，我吴家祖先定归荣于天下。如道。我说陈道美，光阴过得真快。我说一过12个冬至节，陈道美，一过第7个冬至节了。你们是好人，请放心吧，家里平安无事。希望一年比一年冬至，今天也是冬至节。我说陈道美，你们恭喜了，快回家过节吧。心中无愧，归不上门。你有什么事吗？无事不等三宝的。最近你听到什么美语？美语啊？美语？好事不出门，却是千里门。趁了为花纷纷，都是你。什么？都是你与其律，不管不行。不清不白不正经，因为母子爱夫妻，小西娃奶奶不教教娘亲，不家世的本亲吧，小弟弟与家生，一计一针无所起，真可以上。乱神
叫我去死！你知道吗？我一这三子必死不完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我也知道，你的心头难道我的心去不苦吗？这是为什么？这是为什么？这是你，这是你的事情。大伯，你究竟我办？我该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儿子，大雨别过，只要你为其命走去其望，走去其望，怎样才能保持你自己的命境，对得起死去的残道？保持自己的命境，对得起死去的残道。我不能这样做，我不能这样做。大伯伯，我求求你，你放我走吧，你放我走吧。你不能走，要知道，你还是吴家的未亡人，吴家的未亡人。举身不得，举死不能。你于心何生啊？三舅，也是为你好啊。青发众生，自在飞，从这上下一名王，分说一对自己相依，公开他七八七路上，三下八路一日过来人，四块中他的须全，我能过三去。来他的不能不来上，三
掉环境，我已经保存了13年了。这段旧事，我只有在梦中去追忆它。妹妹，你不也是这样吗？我们再不要这部事情了。母亲，这是我受的儿情。你的
仿佛放弃。好啊，你尽管在王妻面前因为不归西龙寡貌啊！所妻之事，你从此不懂。不，我不能因我在我，我就不在此。起来，孽子！古人多年将我有求为妻所难，能知道大门应声声作为我要你，那么你真的狠了心了吗？三九心肠狠，今生无缘，命中命运
希望。今天是你弟大喜日子，你不要吵闹，快去拜见你娘。娘，她不是我娘，她谁是你娘？你快去叫一声。我跟这个奶奶她就是娘，娘。这个贱货！啊！
富豪宝，却为我误了自己误别人。你为一时把事了，岂不知给后人留下弥天清流？难道是无人希望从此得救命？没有造什么人民南京的江南人，一直生气往下头，世世代代谁不亲？往来人，又何必把奴家做鬼当生命？这样抬头爬起